嗨，各位好朋友，请大家帮忙分享一下哦，因为这是卤蛋第一次的直播哈。今天呢是卤蛋会客室的首播，那在这里特别欢迎线上的所有好朋友哈，大家来练习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要跟上网络的一个世代哈，所以开始直播。很多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有邀请到我一个好朋友，会客室，请问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嗨，请进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可以把口罩拿下来了吗？对。大家好，我是立法委员许淑华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呢参与我们卤蛋会客室首播的来宾啊。那这样今天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，这是今天我看一下车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些地方都有在发这个，这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一个重头戏，就是要罢免王浩宇哈。为止呢，我们自己做好自主的一个管理跟自我的健康检查，还有我们自己随身习惯呢，都是能够对暂时在这种全球性的疫情的冲击底下，我觉得还是对我们是最安全的方式。这个因为8月份蔡总统开放了这个莱猪哈，那单纯用行政命令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呢，它接连几波的就祭出了几个对应的措施。第一个就是让大家到现在一头雾水的就是标章之乱，好，因为是先前农委会先标榜说，大家对于这个来记的猪肉有疑虑的话，那么我们政府来推台湾猪标章，就等于是帮民众做认证，只要有这个标章呢，就是政府帮你认证，你可以安心的使用。就最后面发现卫福部又出了一个另外的一个相似度非常高的90%的一个台湾猪，而且是可以随性下载的。那另外过头，甚至我们也看到像胡须章先前那个事件，也是政府一开始人家就跟你表明了，不是我还有一些的存货我必须要用完，那你政府你急着干嘛？那我们现在大家关心的投票前夜，中立霸王团结之夜哈，经过我们这2天，我们会完全配合疫情，缩小规模。我们不会像6月份那时候疫情状况，在高雄啊，那时候他们办的说号召10万人，10万人在高雄上街头，那时候大家都蛮担心的。我觉得我们这次啊，完全配合指挥官防疫的一个措施啊，缩小规模，而且实名制，然后全程戴口罩，然后整个把会场做一个封闭性的一个会场，那做一个简单配合防疫。我们1月15号晚上6点30分，在中正公园在中立的中正公园有一个中立霸王团结之夜。如果有要来的朋友，请你务必戴口罩。第二个，配合我们当场的防疫管理人员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些防疫措施。第三个，我们相关团体来的朋友，我们都有固定座位的一个区隔，请务必大家全力来配合。好处就可以品尝到我们各地方的美食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特别到这个桃园这边来品尝一下我们中立非常有名的霸王猪脚。为什么我的没有面线呢？好，也呼吁大家中立人来表达你自己的一个想法。当然，有很多好朋友，如果对过去半年政府的他的所作所为，你也很不满意，想要找个地方来表达你的一个想法的时候，中立人你很幸运，你有一次国家办的选举，你可以表达对这个幸福，对这个政府不信任。这一次投票，所以我们来呼吁一下，我们就告一个段落。好，因为今天只有我是没有投票权的人哈，我们今天是来敲边鼓的。但是真正有选票的人，就是在我们中立人的手上。中立的未来的发展呢，到底应该是要呈现一个什么样子？更多元的、更高档次的一个议会的水准，就是在中立市民的选择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在我们这么多民者呢，也带领我们这么多优质的我们的议员，我们希望呢，让整个的高雄对不起，在我们的桃园市议会呈现的是更高水平的问政水平。那么我们这个礼拜6就请大家一起踊跃出来投票。